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金禧花園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大圍米高，可以加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比較埋附近嘅租盤同賣盤同一手買賣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廚房去緊廚，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、儲物櫃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，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。窗外係對住內園嘅景觀，望到泳池。洗手間係明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個書台同埋衣櫃，對住亦都係內園嘅景觀，非常安靜。主人房放咗入牆嘅地台床同埋衣櫃，佢有3邊窗，非常光猛，對住亦係泳池嘅景觀。各位如果想睇呢個屋苑嘅單位，或者比較一手盤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